讲到这春天是看樱花季节，一寡所在樱花灯咧开。不过台北平地樱花是开落甲差不多啊。这台北市公园处就表示，这甲樱花品种有关系，因为这平地樱花大部分拢是种旱樱甲山樱这两种，花期干那到2月中尔。这公园处是建议讲，会当去到草山看这花期较晚的北中樱。你说这边吗？对，好，来看上面。台北有朋友小少来到东湖的绿化公园要看樱花，所发现讲花已经落甲差不多啊，有淡薄失望，但是也是有侪民众来看花。民众讲，骨力找角度，才会当翕出来好看的沙库拉相片。会晓抓角度，你就会翕起来，你就会感觉讲有心中这个樱花其实嘛还佫足多。没想到说今天会下雨，然后花就被打湿了。台北市公园处表示，受到寒流影响，天气有够冷，所以今年的樱花和樱季比起来有较早开花的现象。加上台北市一般伫咧白地种的樱花品种，拢是以旱樱、山樱花为主。这两个品种的花期是伫1月底到2月中，所以目前已经到尾声。现在目前的话，平地的部分的话，山樱花跟寒樱的部分都已经差不多都到尾声了。那接下来的话，可能就是比较需要冷的这些樱花的种类要登场。那像阳明山的话呢，八重樱跟那个昭和樱的话呢，目前正在盛开。虽然旱樱和山樱花的花期已经结束啊，不过台北市公园处表示，阳明山的樱花才拄开始开，因为山顶的樱花一般拢是八重樱和昭和樱，花期对2月底开始到3月中。公园处鼓励民众会当去山区赏花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